年輕人如果長期唔結婚唔生仔，10年之後會變成點呢？其實日本早就幫我哋試過啦。我最近睇到一啲日本2024年嘅就業數據，真係嚇親我。大學生嘅就業率98.1%，破咗27年嘅紀錄。仲離譜嘅係咩啊？佢哋企業為咗搶人，可以話係各出奇招。例如入職就俾5萬蚊現金，又例如新人可以享受129日嘅帶薪年假。仲有嘅就算你今次錯過咗，3年之內可以後悔，隨時翻去上班。我就問你爽唔爽？70%嘅大學生仲未畢業就已經被預訂咗，連高中生都成為咗搶手貨。講到嗰啲高3嘅學生，平均可以收到4份工作邀請，2000幾名高中生直接放棄高考，仲考嚟做咩啊？人哋企業早就已經提前鎖定咗佢哋啦。聽落係咪好羨慕呢？唔使急，呢啲只係故事嘅上集，聽埋下集，估計你係笑唔出嚟啦。日本65歲以上嘅老人就業率高達52%，男性平均養老金有7000幾，女性淨係得4000幾。喺日本呢個收入基本係好難維持生活開支嘅，而且日本每年有超過3萬人孤獨死，喺屋企孤獨死啊！東京為咗防止呢種老人嘅孤獨死，仲有專門嘅上門敲門員，呢啲就係人口結構失衡帶嚟嘅魔幻現實。問題嚟啦，日本點解會行到呢一步呢？我哋將個時間調翻去上個世紀90年代，當時嘅日本年輕人同我哋一樣，面對好大嘅壓力，樓價處於歷史嘅高位，東京一套公寓可以喺美國買一個農場，工作嘅強度超大，過勞死呢個詞就係嗰個時候發明嘅。就業形勢亦都好嚴峻，連研究生嘅就業率都淨係得60%。喺呢種情況下，年輕人做出咗佢哋覺得啱嘅選擇，唔結婚、唔生仔、唔買樓，你過我唔到啦。咁亦都有相關嘅數據顯示，90年代後期日本嘅生育率從2.0一路跌到1.15，遠低過維持人口正常更替2.1嘅呢個標準。更深層嘅原因係咩？首先肯定係經濟壓力啦。90年代泡沫破裂之後，年輕人嘅收入大減，好多人只可以打零工，年收入200幾萬日元，差唔多10萬蚊人民幣。喺日本根本係好難維持基本嘅生活，更加唔好講結婚生仔啦。跟住就係觀念嘅轉變，當時日本女性擇偶標準好高，年收入低於20萬人民幣基本冇資格相睇。但係因為經濟唔景氣，冇咁多高收入嘅男性，結果就係咩啊？1000幾萬嘅女性單身，30% 嘅男人終身不婚，40% 嘅年輕男性甚至連約會嘅經驗都冇。面對呢種局面，日本政府亦都努力過，首先係發過各種嘅育兒津貼，充分調動財政資金，組織大型嘅商體，延長呢個陪產假同埋產假，但係效果都唔好，因為補貼解決唔到咩問題，你明㗎啦。養一個細路成本有幾高啊？呢幾千蚊補貼根本就係杯水車薪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一旦不婚不育變成咗社會共識，就好難扭轉㗎啦。講咗咁耐日本，其實都係想講，首先人口嘅問題係要重視嘅。日本從發現呢個問題到人口負增長，中間有20年嘅緩衝期，但係佢哋錯過咗最佳干預嘅時機。第二，如果你真係想解決問題，唔係解決我哋年輕人壓力太大唔敢生呢個問題，住房、教育、醫療3座大山先係問題產生嘅根源。第三，你需要有系統嘅思維，唔係簡簡單單發啲錢就可以解決，要配合埋就業、住房、教育、養老等多方面系統性咁樣去解決問題。你哋認為係唔係呢？